的马家乡顺坡的庄卡所在发生着强盗开枪的案件。有一间柑仔店透早开门，有一个拿着 BB 枪的歹徒冲入去店内，大声喊讲要抢劫。虽然连开棍啊枪弹着头家的面，但是头家无投降哦，也是甲伊继续来战。这个歹徒看计划失败，白日long抢无成。这个警方接到报案，马上展开着抓人的行动，抓准着时间，弄破门。这个歹徒当咧困，甲围起来，甲装起来，逮捕归案。抓准时机，一行人抢入去，准备要抓人。先上我，先开外口，无要甲你扣起来。我无上我无安那。一看到关键上门，佫想要辩解，也佫证据的讲话。原来这个查某人进前去到屏东马家附近一间柑仔店，伫外口咧鬼鬼祟祟，越来看去，司机一个高准咧走入去，无偌久，佫赶紧走出来。原来伊是入去抢劫。他先进来买10块的饮料，买来2趟，第3趟进来就直接拿那个枪打我先生，差不多打5个这样。有一个给西啊，我先生就要抽出来的时候，他一看到我先生那个东西，他就赶快跑掉了。透早开门就拄到抢劫，想到因翁迄一天拄到的情形，这个头家娘真正惊到。你去跟那个阿伯讲，跟他对不起，然后说你为什么要抢劫？他说我就是无钱啊。当时这个歹徒是透早时，他这个柑仔店干那一个人伫顾店，入去内底穿一个夹出来，话讲钱摕出来，因为头家无得加信，和空气枪拍几下下，这个计划一个失败，伊就呢赶紧走。一层一步失窃张牌作案，讯后将依强盗窃盗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。干巧的歹徒，佫会晓要骑踩踏车逃走，不过尾手嘛是互警方抓到。经过调查，伊佫开设着几啊件窃盗案，即马互人抓到了后，都要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